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施政3分钟》。位于台南北端的后壁区，不仅是冠军米的故乡，更是举办台湾国际兰展的所在地。在2019年获得台湾经典小镇的殊荣，保留了乡村风光、文化古迹及浓厚的人情味，吸引影视团队到这里拍摄取景。电视剧《俗女养成记》让后壁区金寮老街成为打卡热点，也让长期蹲点后壁金寮的青年创生团队趁势打造后壁俗女村的品牌，更进一步成立地方创生青年培力工作站，希望协助有意返乡的青年创业。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应该是说一开始是一个缘分，那时候义昌碾米厂呢，文化局整修好之后，没有团队愿意进驻，然后我又是商圈理事长嘛，所以一个机会，我们总干事就说，那里有一个米厂，还是理事长你要不要去经营看看？然后我那时候刚好也想要创业，所以想说好，那我就到那边来试试看。然后到义昌碾米厂之后才发现，这个聚落很可爱，很多漂亮的老屋，可是很可惜都是蚊子馆或者闲置的，所以呢，我就开始慢慢的找到建成家具行的这个空间使用者，然后联络到金德兴的这个阮氏家人。那我当然我心中有我的蓝图跟想象啦，就是未来这个街廓可以变成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把一间一间闲置的老屋慢慢的活化起来。然后也很幸运的，《俗女养成记》开播之后，我们的刚好游客来觉得又可以看到剧组场景，然后又有吃有喝有玩的，然后慢慢就把这件事情串接在一起。那其实我们俗女村呢，在这个地方打造这个电力站，最主要想要做一个青年回来创业的咨询平台，然后包括我们在这边老屋的修缮，然后或者是商业的营运，甚至是未来我们的旅居计划，就是所谓的民宿平台的建构，都会在这边一起跟大家讨论。那像我们电力站呢，在这2年大量的上了许多课程，包括我们要怎么教他们创业、财务的部分，或者是他的行销，或者是他的税务，甚至是讨论到循环经济，或者是所谓的低碳经济，跟他的产品力会有相关。然后希望把这些知识传达给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在创业的路上觉得有人陪伴他。当初来的时候没有过多的了解，会觉得说就是乡下地方，我身边很好发展，对。但是其实你来了之后，身体真的是去付出行动去做一些你有关你周边工作相关的事，你会觉得说，你跟这个土地有连结了，当然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当然想法也就会不太一样。因为在地居民嘛，而且又是一些比较老的长辈，他们会觉得说恁家的话得要来冲下，到现在就是关系大家都还不错，因为他知道你要来干嘛的时候，他们就会卸下心防了。对，感觉很不错啊，蛮幽静的，而且那个那个建筑很特别。我刚刚看到那个阮家那个古厝，那个真的很特别，现在看不到那种建筑了。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地方创生，持续整合公司资源，带动产业发展与当地文化提升。俗女村团队召集了返乡青年和2度就业妇女们一起投入，让返乡创业与农村文化结合，也为金寮老街注入新的活力。你好，是阮家欢收看8月4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暑假由总价宽屏三冠王上主青所举办的主播夏令营，经过2天相关媒体课程的学习以后，每一位学员拢收获满满。大家嘛伫假日当天上主播台，将夏令营的学习成果用新闻来报上。2023新世代主播夏令营2天的活动，为学员安排了精彩又丰富的媒体工作相关课程。活动首日特别邀请到巨汉商业摄影郭聪南老师，以及南台科大黄琼英老师，手把手教导学生商业微距摄影以及认识 AI 科技，并派出秦碧纯、郭文吉2位主播与学生分享采访经验谈，精彩内容让每位学员都收获满满。跟以前你拍的照片有没有不一样？有，就是比较好一点。比较好，那你会拿回去给你爸爸妈妈看吗？想哈，
给他说感觉像不像是专业的摄影师拍的，对不对？很自豪。你有特别去做一些摆设吗？还是灯光有做一些调整？灯光我是想要做是从类似有两边，然后呢有一边它是有点像是快要日落这样。就为什么想要来参加第二次？因为觉得这个很有趣，很有趣。我也蛮爱主播这个东西。洗手间在哪？除影像课程以外，当然也有声音的部分。主办单位这次特别邀请到胜利广播电台主持人苏芳云亲自现身授课。钟家宽平也在课程中规划媒体识读分享，培养学生媒体素养。我是苏芳云老师，先跟你们玩一玩，你们猜猜老师属什么？你看我的名字3个字都有草，先猜猜看老师属什么？属蛇？哇，你真的很棒哎！属兔子，哇，我觉得我们双子星的孩子真是太可爱了。通常我们看的东西，这个叫做媒介，像昨天是不是文基主播有跟大家讲说，你可以看报纸、手机、电视，这个东西都是媒介。那里面的东西、里面的内容，这个叫做媒体。结业式前，主办单位特别带领所有的学员走访双子星电视台，并实际体验每个新闻制播环节。而学生们最期待的就是亲自上主播台报新闻。大家好，我是陈宏佑，欢迎收看8月3日星期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周家宽平3冠王双子星举办2023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邀请台南市近30名学员一起到双子星大楼上课。2天的课程丰富有趣，让参与营队的同学更认识媒体。感谢您的收看。8月3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林云倩，我是王佑尚，我是杨玉雄，我是郑雨欣，我是林义天，我是侯延玲，我是林可汉，我是陈柏宇，我是徐敏谦，我是赖雨辰，我是王妍珍。我们再会。中嘉宽平3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感谢这次所有同学的参与，相信每个人都获益良多。明年公司还是会持续办理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开设更多有趣课程。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迎接父亲节，为了感谢爸爸并写的心乐，南区公所特别办理模范父亲甲选结婚的表扬。区长肖秀华嘛代表市长赠送匾仔甲礼品，予10位模范父亲以及4对选结婚的夫妻，真侪亲友嘛拢到场观礼，场面相当温馨。小朋友如果走到你的身边，不要吝啬你的掌声哦，把你的掌声也祝福所有的小朋友。大型幼儿园的小朋友单人陪同，引领选结婚的翁仔某入场。这是南区区公所所举办的模范父亲甲选结婚表扬活动，借此感谢父亲对着家庭甲社会贡献甲付出。今年模范父亲的话，一共有10位，那最长者是我们白雪岛的朱爸爸。我想恩爱如山，父亲是我们家庭最坚固的一个靠山。那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个表扬活动，为他们致上最高的一个敬意。那另外的话，今年南区也非常的特别。针对我们的钻石婚，也就是携手走过60年这些长者们，我们办理了一个钻石婚。我们都知道，能够携手到老，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这次的选结婚表扬，其中有一对牵手64档的翁仔某，因也是市原蔡淑惠的爸母。很感谢我们南区区公所，今年特别扩大举办，让我们台南市南区只要那个婚姻有60年以上，通通可以参加这次的钻石婚的颁奖。景星信记公司也在现场提供精油沙文手作体验。咱这个来协助我们南区区公所来办理这个父亲节的模范的表扬，还有我们的钻石婚哈。那我们很荣幸的跟这些80岁的妈妈来化这个妆，就是第一个婚礼，它画得很漂亮，所以他们心里都很高兴哈。所以一大早就来画这个妆，所以他们对他来讲的话是人生中的一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荣幸，所以我们也觉得很荣幸来帮我们这些80几岁的左右的妈妈来化这个妆。除了这次表扬，8月5号，这个南区的模范父亲代表也将前往新营明治中心的南营堂接受市长的颁奖表扬，感谢因对着家庭的贡献。记者张世维
采访报道。你敢知往来其实规身躯拢是宝，果肉会当食，废弃物会当做清洁剂，连叶仔纤维嘛会当做衫等各种的器具。你伫工业技术研究院媒合台南老爷新旅甲嘉义往来山食品合作，由今仔开始到8月13号，联合要将往来入菜用实际行动小停农业循环经济，嘛邀请你伫父亲节小酒来食好料。为了传达往来不只是食果肉利益，而是自头到尾拢当充分利用的农业循环经济。伫工业技术研究院媒合之下，台南老爷新旅甲嘉义往来山合作，共同推出联名餐饮活动，锁定迄个10几道料理，拢是将往来入菜，迄个是运用往来醋、往来酵素所精心打造的，让大家享受美食的同时，嘛为环境尽一份心力。那整颗凤梨呢，它是完全没有这个农业废料的一个方式来做处理。那我们希望呢，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凤梨全果来跟我们的这个餐台上面的菜呢一起来做入菜。那大家可以享受到这个凤梨的美味，同时呢，也可以为我们的这一个经济环保来做一份心力。一颗凤梨它会有60片凤梨的叶子，那这个凤梨叶子它可以去做到我们台湾很棒的有机的这样子的时尚端的纺织品之外，还有凤梨皮革，所以它的应用端非常的大。那回到了我们的落实生活里头，又以吃这样的绿色生活来去做落地的实践生活。今天我们很期望开心可以大家感受得到，打造了一个全国应用的落地的生活的起端。会中饭店的副总嘛以总铺赛中班当场调制一道坚果蜜往来沙拉，嘛借出提醒无闲的现代人，迄个是定定食外口的民众，爱伫你的餐盘，加注意吸收蔬果等营养素，其中往来入菜就是重要的角色。像例如我们的甜蜜蜜凤梨啊，它的维生素 A 就比较高，然后像甘蔗凤梨膳食纤维就比较高，那金钻凤梨呢就是维生素 C 是比较高的。那除了吃凤梨鲜果有营养价值，事实上凤梨心它也有非常多的营养价值，还有凤梨筋。那筋是埋在土底下的，那凤梨筋它有丰富的凤梨酵素，那这些酵素呢其实都可以萃取出来做成生技产品啊，还有就是医药保健、美妆等等的商品。所以其实凤梨的营养价值是非常多元，非常应用性是非常广的。今仔开始一直到8月13号的活动期间，除了消费满额会当参加手做往来纤维的家子袋啊以外，翕相打卡分享，也有机会抽资本老爷大房，欢迎好康到小报。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为了让民众体验火箭探索太空的吸引力，所以南澎购物中心举办全台湾第1场太空学校的火箭梦基地展览。现场除了有3-4公尺高的大型充气翁啊，以及2016年试射成功的火箭，4月下晡的开幕式，嘛要请小朋友前来体验。暑假期间，南澎购物中心甲古罗罗太空学校。阳明交通大学精尖火箭研究中心来合作，伫个购物中心广场打造咱台湾第1座太空学校火箭梦基地，将控制中心复制到现场。开幕的当天，邀请了16位小朋友穿着太空的服装，做伙甲宇宙探查队古罗罗甲小绿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让每一位小朋友看到大型的玩偶，拢相当的欢喜。我觉得这次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啦，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做学校的一些科学研究等等，其实很少有机会去跟大众去诉说，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那当然，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跟政府单位一起合作宣传，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跟民间的企业一起做合作宣传。因为我们面对的客群其实可以不一样，我们推广的客群可以不一样。那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目的，就我们希望能够更推广，就是关于整个火箭或者是太空科技的一些现况的一些发展，以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到底目前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希望做到什么事情，让大家可以明白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火箭的发展，为什么要去做卫星的一些发展。现场除了展示精尖火箭中心专属的工作号，播送团队的纪录影片，另外更加独家公开2016年试射成功的火箭原型真机。
小型双节太空火箭加双节科学研究的太空火箭，将火箭专家做伙打造的过程完整来呈现。另外，展场还阁设有库洛罗主题快闪店，推出宇宙猫库洛罗的周边商品，欢迎民众做伙来体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歇稳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迎接明年台南400，市府文化局对去年开始将主要的视觉系统开放给民间，可以会当运用在商品的开发、甲布置等等，要让台南400精神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虎仔、手工剪拖、茶馆仔、碰饼、为食的到生活用品，包装全拢画上台南400档的主视觉。台南市文化局打造台南400，透过民间响应，将这个纪念性的议题充满城市氛围。台南400这次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哦，是由 Akibo 李明道老师来帮我们操刀设计哦。那整个我们所运用的元素包含颜色，其实都在回应台南400这个议题哦。那其中包含了自然的元素跟一些历史的元素啦。台南400为去年开始，文化局就发布主视觉、主题歌甲系列周边商品，另外更加台南400主视觉开放给民间单位来申请使用。根据统计，目前通过申请的商品就有59项，其中有上市的就有30项。其实我们文化局从去年这个视觉的识别系统公告之后，就不断的在推广大家使用嘛，那包含如果各位关心这个台南400市民，可能最近到市政府来洽公应该都能够看到，其实市府已经布置了许多跟我们这个系统有关的这些元素，所以其实就公部门而言，我们已经率先响应。文化局欢迎各界多多运用，公司协力，展现台南在地文创力量。业者会当到台南市文化局网站查询申请，共同打造台南400档。台南新闻上快采访报道。每个放暑假，迄个是因为天气无稳定，每一档观会人数通常会减1-2成。伫今年才予大南部地区的会客来有警报，所以安平在地酒店4号特别办观会行动，希望为会客的库存尽一份心力。原本7月28，安平雅乐轩酒店将首次举办观会，要来疏解会客的难关。因为杜苏的风台停班停课，延到8月4号，结果4号阁受卡努风台影响，吹起6级以上的阵阵强风。不过，依然有侪民众热情响应，甚至主动邀请民众来做公演。就算今天风很大，那我们一样是秉持着捐血救人的使命。不管风雨多大，我们一样是会过来这边捐血这样子。因为住在附近，然后朋友有跟我说有这个活动，也想说很久没有捐血了，所以来看一下。那希望今天有机会可以捐一些血。都有固定捐血的习惯。不会嘞，还好，没有下雨，但是风大而已。因为暑假以及天气热热，龙岗嘅民众出门观会意愿，嘛，予大南部地区每一天大约需要2100个宴会有警报，所以饭店特别祭出餐饮等好礼来回馈观会民众，希望为欠会尽一份心力。
现在台南的风势呢有6级风，风势非常的大，但是呢，我们许多民众都非常的热心公益，还是愿意出来捐血。那之后呢，这个会成为我们的定期活动，特别是在寒暑假期间，在有血荒的时候，每一天都急需2100袋医疗用血的时候，我们会举办这样的公益活动，希望民众都能够多多来响应。对饭店公关创头毛嘛无假形象要来宣传，就希望民众身体状况稳准，最近无感冒、食药啊等无爽快，后续拢会当前往关怀中心来响应，互爱延续。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成大医学院第2研究大楼经过10档的努力，8月3號盛大舉行啟用典禮。這棟11層樓高的建築，對咱負起未來教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也個適有細胞治療、再生醫學、創新醫材以及診斷醫學等6大研究的場所，希望促進生物醫學科技的產業升級。成功大學醫學院第2研究大樓生醫卓群大樓3號上午，佇個成大校長沈夢如、醫學院院長沈延勝、甲前校長蘇慧珍等人嘅共同啟動，甲現場嘅貴賓做伙見證醫學院創設40年來唯一一棟新建築物嘅啟用，包括成大傑出校友、副總統賴清德嘛特別派來賀電。典禮上，成大校長沈夢如嘛抱着歡喜甲感恩嘅心情，分享10檔來起這棟大樓嘅過程。俗話說10年磨一劍我們是10年蓋1樓，我們是花了10年的時間蓋這個大樓了。那我想這個大樓能夠在這邊今天可以坐在這個地方，我們來共同慶祝這個光榮的時刻，一定來自各式各樣很多的默默的貢獻。那我大概分享3點，我個人在10年來，這個在我成長中留下3個最重要的事情啊。第一點，腳踏實地，腳踏實地。張俊院長是在2013年8月要上任，他第一件工作就叫我來規劃這棟大樓的 proposal。那第二個心得就是元熟試成啊。其實學校 approve 要建這個建築物，真正的困難才來啊。那個時候這一棟的建築物的預估的新建成本是8.4億。不過那個真的是那個時候的黃校長，後來接任的蘇校長，都很大力就說好，學校資助3億。那時候附設醫院的楊院長也很慷慨，也資助了3億。8.4減3，還有2.4億，就是請醫學院去自籌。這個心得我就是很感動，就是說你一定要自助，然後人助，老天也就會幫你，自助人助而後天助了。所以這個是我第3個心得，就是充滿了感恩啦。生醫卓群大樓位於成大誠信的校區，甲東風路、中英路口交界，未來醫學院附設病院，生醫卓群大樓，佮再加上日後的老人病院，成功大學將形成一個醫學的聚落。會後，成大醫學院為了歡慶創立40年，嘛特別佇個醫學院的總廳來設立紀念條，徛佇個台南的地圖頂面，象徵成大醫學院佇個台南來前進發展。台南新聞綜合報道。感謝收看8月4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郭文杰，咱再會。